2026年4月15號，被譽為全球新興市場之父麥樸斯與世長辭，終年89歲。佢起步只有一個永遠充滿好奇嘅心，用雙腳走遍112個國家，將全球資本帶入過去原本大部分人都唔願意碰嘅地方。喺佢最活躍嘅30年裏邊，佢將1億美元嘅管理資產成長到500億美元。佢喺亞洲金融風暴最黑暗嘅時刻逆向買入，喺俄羅斯危機中睇見人哋視而不見嘅機會，喺冇人願意去嘅非洲大陸率先建立基金。麥樸斯唔單止被譽為新興市場之父，更加被國際財經媒體列為全球最具影響力嘅投資者之一，視為基金經理嘅精神導師。而大家身處嘅香港，正係佢嘅起點。我係股市漁夫導航員余文樂。今日我哋一齊重走麥樸斯博士嘅人生歷程，從紐約嘅平民少年到亞洲嘅新興市場先行者，再到最後喺全球金融史上留名。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請你記住兩件事。第一，影片描述欄有一份免費嘅麥樸斯投資智慧 PDF， 收錄咗佢最重要嘅投資座右銘及人生洞見，方便你下載收藏，反覆翻睇。第二，如果你錯過咗4月8日股市漁夫當日全場爆滿嘅線上研討會，描述欄同樣有重播連結。我哋喺當晚分享咗停戰之後會唔會輕易進入牛市，以及有邊啲板塊喺停戰時一路上升，卻好少俾傳媒提及嘅分析。記得睇完影片之後去下載同重溫。我哋入正題，麥樸斯嘅故事從1936年講起。美國紐約州一個叫 Hempstead 嘅小地方，一位德國父親同一位波多黎各母親生下咗麥樸斯。佢從細生活喺多種語言同文化之間，爸爸講德語，媽媽講西班牙語，周圍嘅人講英語。喺好多人眼中，呢個係一種完全唔融入嘅邊緣處境。喺佢眼中，呢個係一扇窗，俾佢好早就習慣用唔同角度睇同一件事。屋企並唔富裕，父親喺佢中學嘅時候已經離世，操勞一生。少年嘅時候嘅佢，一邊讀書，一邊喺酒吧彈鋼琴，喺餐廳當服務員，用呢啲方式賺取學費同生活費。多年之後，佢回憶話，正係嗰段日子教會咗佢兩件事：第一，錢嚟得唔容易；第二，用得其所唔係選擇，而係一種紀律。佢對財富嘅基本態度從來唔係我要擁有好多，而係我要用得其所。亦都因此，佢一生都保持簡樸。1950年代，佢考入波士頓大學讀傳播學。其後憑好奇心走進經濟學世界，最後喺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經濟學與政治學博士學位。真正改變佢人生方向嘅，卻係一張貼喺校園告示板上嘅小廣告：日本獎學金。佢申請成功，遠赴京都，學日文，學日本文化，第一次真正貼近亞洲。喺嗰段時間，佢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世界唔係只有一種運轉方式。美國有美國嘅邏輯，日本有日本嘅邏輯，亞洲有自己嘅力量。呢個感悟後來成為佢整個投資生涯最重要嘅基石。博士畢業之後，麥樸斯冇直接走進華爾街，佢做過人才經紀，教過書，做過政治顧問，做過市場研究，甚至喺亞洲幫人推銷 Snoopy 卡通周邊產品。呢個係佢嘅探索期。對一位將來要管理幾百億資產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啲工作睇似同金融無關，但正係呢啲摸索嘅歲月，俾佢學識咗一件事：真正嘅市場唔喺 Excel 表格裏邊，而喺街道上，喺人與人嘅交談之中，喺工廠嘅氣味裏邊，一個國家人民日常生活嘅細節裏邊，呢一個先至係真實嘅經濟。進入80年代，佢加入國際證券公司 Vickers da Costa， 後嚟去到台灣擔任投資信託公司總裁。然而，真正令佢同投資世界建立深厚連結嘅地方，係我哋最熟悉嘅城市香港。
佢喺香港創立工業研究顧問公司，撰寫港股研究報告。呢份報告成為佢由顧問轉入證券分析同資產管理世界嘅關鍵起點。多年之後，佢回憶話：香港係我基金管理事業嘅起點，呢個城市嘅企業家精神使我着迷。呢度嘅創業精神、拼搏文化同效率，深深影響咗佢嘅投資視覺。1987年，命運嘅轉折正式來臨。著名投資人鄧普頓爵士邀請51歲嘅佢出任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Group 負責人。當時佢返到香港，喺一個唔算大嘅辦公室裏邊開始新興市場投資嘅實驗。初始管理資產大約1億美元，可投資市場只有6個，冇互聯網，冇資料庫，要做研究只能夠靠雙腳。佢喺香港聘用本地分析師，一間一間公司拜訪，一家一家工廠參觀。佢唔匿喺交易室入面睇熒幕，而係走進現場，用眼睛同耳仔去感受。呢種實地調研成為咗佢嘅標籤。往後30年，Templeton 新興市場團隊嘅管理資產從1億美元增長至數百億美元。投資版圖擴展至超過70個國家，旗艦基金長期錄得雙位數年均回報，跑贏基準。喺數字背後，真正令佢成為教父嘅係佢喺幾次重大危機裏邊做出嘅逆向選擇。呢個亦都係佢最為人稱道嘅地方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佢選擇飛去泰國走進工廠，喺最悲觀階段逆向買入。1998年俄羅斯危機，佢喺恐慌性拋售中挑選被嚴重低估嘅企業。佢話即使遲咗，仍然揾到咗難以置信嘅便宜貨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，當好多人逃離嘅時候，佢認為新嘅長期牛市正喺度形成，提早建倉。2012年，佢更加成立非洲基金。對佢而言，被忽視嘅地方往往最有價值。危機就係轉機。麥樸思同香港係半世紀嘅雙向關係，香港俾咗佢事業起點，佢亦都為亞洲打開咗通往全球資本嘅門。佢多次強調香港連接中國與世界嘅能力。2024年，87歲高齡嘅佢重返香港，加入 Chartwell Capital， 形容香港係一隻被低估嘅股票，強調冇一個市場會真正出局。當一位大師喺生命最後階段仍然選擇返到香港，呢本身就係一種極為有力嘅投票。佢對香港嘅信心從未動搖。麥樸思博士嘅投資哲學可以濃縮為幾項核心。佢相信逆向思維要建立喺紮實研究之上。佢強調實地考察往往比紙上分析更重要。財報只係起點，真正決定係咪投資嘅係佢喺工廠、生產線、街道同董事會裏面睇到嘅細節。佢習慣用至少5年嘅時間去睇一個市場，時間會企喺有耐性嘅人嗰邊。呢個就係長線投資嘅魅力。佢將短期波動視為尋找錯價嘅朋友。佢相信持有股份包含對公司管治嘅責任。到咗人生後期，佢越嚟越強調真正嘅財富係立體嘅，健康、知識、人際關係同等重要。呢一切離唔開好奇心、勇氣、韌性同埋紀律。佢一生幾乎冇退休計劃，仍然話自己喺學習路上。呢個唔單止反映喺飛行里程，亦都反映喺佢不停推出嘅著作當中。呢份堅持令人敬佩。佢改變咗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嘅整體認知。喺佢之前，呢啲市場被視為太危險、太邊緣。喺佢之後，新興市場成為每一間大型機構都必須認真考慮嘅資產類別。佢留低落嚟嘅遺產係嗰份對被忽視價值嘅始終相信。呢個先至係佢留俾世界最重要嘅禮物。呢份遺產將會長存。最後記得點擊描述欄嘅連結，下載嗰份麥樸思博士新興市場教父嘅投資智慧 PDF， 把佢一生嘅核心信念變成你投資旅程中嘅一張備忘卡。如果你想重溫4月8日嘅研討會內容，了解我哋點樣把呢啲原則應用喺當前市場，包括停戰之後嘅可能路徑同被低估嘅板塊，亦都記得打開重播連結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訂閱頻道，開啟通知，俾我哋一齊用更長遠嘅眼光去睇呢個充滿機會嘅世界。今日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